我哋是否有需要將佢搬上神台呢？我哋唔通唔能夠單單去悼念佢嘅死咩？我哋唔能夠透過佢嘅被槍殺去指斥政治暴力咩？上一次嘅節目出咗街之後呢，有一位做牧師嘅朋友就話俾我聽，佢話而家好多教會咧都喺度開奮興會啊，咁咧就係用呢一個嘅 Charlie Kirk 被槍殺呢件事咧係做一個主題，就叫年青人咧要加入佢哋嘅陣營咧嚟到去對付咧左派嘅勢力咁樣。咁我聽咗之後，我嚇咗一跳，我話哇，乜搞啲咁嘢？咁佢同我講話，其實咧唔係淨係白人教會係有啲咁嘅事㗎。佢話其實而家華人教會裏面咧個圈子裏面咧都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咁佢俾咗我睇其中之一個咧將會有嘅聚會。咁呢個聚會咧就係應該由國星報道團去主辦啦。咁我睇嗰個嘅poster 嘅時候咧，咁佢就唔係好似嗰位牧師講到，即係有其他嘅教會咁樣係去呼籲一啲人嚟到去對付左派勢力。咁但係咧就係藉着呢件事件咧，就去反省到一啲信仰上面嘅問題啦。咁我睇呢一個嘅 poster 咧，佢話咧呢一個聚會將會思想咧係6個嘅問題嘅。咁呢6個問題係乜嘢咧？第一就係為何我們的信仰在安逸與懼怕中變得脆弱？第二咧就係查理，即係 Charlie Kirk 啦，在校園面對圍攻仍堅定不移。我們能否在生活中同樣見證基督呢？第三就係當世俗文化壓境，教會的沉默是否一種屬靈的懦弱？第四咧，見證者嘅代價提醒我哋，什麼是真正的信仰堅持？第五，年輕世代信仰的最大缺口是什麼？教會如何補足？而最後一條問題咧係，我們是否願意為信仰失去一切，仍堅持到底？咁咧，我就睇完呢6條問題之後咧，我就心中有啲諗法，我就希望咧趕喺呢個聚會嘅舉辦之前咧，我先去回答呢6個問題。咁呢個聚會咧就應該喺今個禮拜日咧嘅晚上喺呢個東岸咧喺呢個 New York 咧嚟到去舉行。咁我咧就趕先咧就喺呢個聚會之前咧去講一啲我自己嘅諗法。咁所以今日嘅古今中環咧同平時有啲唔同。今次嘅古今中環咧並唔係同大家講時事新聞，係就一個嘅就嚟發生嘅 event 啦。咁我去做一啲嘅回應。我唔知道，因為我從來冇喺安逸中生活過。我永遠係生活喺文化嘅當中。文化會帶有價值，價值係建築喺本身一套嘅邏輯思維之上嘅。基督徒每日起身咧，就自然而然嘅帶住咧一套天國嘅價值去介入主流文化之中，同主流文化接觸、互動同埋切磋。呢一種嘅交流，既有互相學習嘅空間，但必然有着咧要去征服對方嘅本質嘅。我哋要摒棄權力，高舉謙卑。我哋要放低貪婪，學習慷慨。我哋要輕密於虛假，但係看重真誠。因為我哋不要順着肉體而行，而要順着聖靈而行。喺呢個中間嘅地方咧，唔係有太多迴旋之地嘅，所以我唔明白你哋話安逸係乜嘢意思？你哋係再冇掙扎咩？你哋覺得安逸係咪一切都已經係順風順水、自然而然嘅順着聖靈而行呢？如果答案係嘅話，咁你哋嘅生命唔應該係充滿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咩？
一個順着聖靈而行嘅生命，難道唔係一個充滿能力嘅生命咩？如果係嘅話，咁你哋嘅懼怕係乜嘢啊？你哋嘅生命又如何變得脆弱啊？我唯一嘅懼怕就係喺我裏面屬靈嘅爭戰。我懼怕喺某一啲嘅時刻裏面，我會失去咗望着我嘅主耶穌基督嘅目光，會間歇地聽唔到聖靈喺我耳邊嘅微聲，叫我去跟從我嘅主。但係我嘅盼望係在我主我王，喺我嘅主面前，我永遠係一個脆弱嘅人嚟嘅，因為佢先至係我嘅力量。但係面對世界，我係一個剛強嘅人，因為真正為我爭戰嘅係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唔得，如果你哋以前幾十年唔得嘅話，今日都唔會因着 Charlie Kirk 可以做到，因為佢係佢，你係你，佢點樣做同你點樣做係兩回事。或者佢口才好好，能言善辯，但係或者你唔係呢？永遠都唔能夠喺被人圍攻嘅時候去答辯。我最擔心嘅係在生活中見證基督係乜嘢意思？聖經中嘅見證人往往係被醫治後能夠睇見嘅瞎子，被潔淨嘅麻風病人，能夠走着跳着讚美神嘅瘸子，或者係生命有所扭轉嘅稅吏。但係我怕喺今日嘅日子裏頭，我哋認為能夠去見證基督嘅係嗰啲能夠喺人哋面前大大露臉嗰啲人。無論喺網上或者現實世界裏邊咧，有着千萬群眾去跟隨嗰啲，能夠喺事業上咧有所成就嗰啲。耶穌教導我哋，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但係我哋覺得嗰個能夠見證基督嘅係嗰個在前嗰個，而唔係在後嗰個啊？點解你哋覺得 Charlie Kirk 係你哋嘅榜樣？要搞清楚喎，你哋係羨慕佢嘅恩賜啊，佢嘅成就啊，抑或係佢嘅信心啊？恩賜同埋成就可以係世俗文化嘅價值嚟嘅喎，信心先至係屬靈嘅事。你係喺度羨慕緊佢嘅口才，抑或係佢嘅十字架？如果你仍然喺度話俾自己聽，你係被佢嘅信心所吸引嘅話，咁請你對自己講清楚一啲，係邊一啲嘅嘢去吸引你，然後睇下是否你可以學習。我哋從來冇沉默過。16世紀嘅馬丁路德冇沉默。17世紀敬虔運動呼籲平信徒都要需要閱讀聖經同埋服侍神，佢哋點會沉默啊？18世紀嘅 William Wilberforce 要解放黑奴，佢根本不容去沉默。19世紀嘅復甦運動，20世紀嘅民權運動，沉默嘅一群咩？都係已經犧牲咗嘅信徒啦。冇錯，係有沉默嘅一群嘅，就係嗰啲驚住講錯咗嘢，人哋唔再去你教會嗰啲，或者咧係驚企錯邊，人哋就唔再奉獻嗰啲。但係我哋從來冇依賴過佢哋去為我哋發聲噶，神亦都冇去依賴過佢哋去背負主嘅十字架。我哋一直都喺度發聲，一直都喺度工作，但唔係人人都見得到嘅，或者聽到嘅。但你要明白，因為我哋只有一位嘅觀眾，正如主耶穌當年亦只有一位嘅觀眾一樣，所以我哋唔係咧要去講俾所有人聽嘅，我哋只係要去講俾我哋嘅上主去聽嘅。你揾唔到我哋，係因為我哋與主一齊，係匿埋喺嗰啲嘅妓女同埋稅吏嘅當中，去匿埋喺嗰啲你稱為世俗文化嘅人群裏面。
要聽嘅人仍然會聽到，要睇嘅人仍然會睇到，因為尋找嘅就會尋着，叩門嘅就會俾佢開門。嗰啲憂傷破碎嘅人都會聽到我哋嘅聲音，因為我哋永遠係為佢哋講嘢。見證者 witness 就係希臘文 martus 嘅意思，翻譯成英文就係 martyr 殉道者。我想先搞清楚 Charlie Kirk 是否因為佢信耶穌而被槍殺呢？還是因為佢嘅政治立場被槍殺呢？佢係為邊個做咗殉道者？佢係為咗乜嘢事作咗最終極嘅見證？喺1999年 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 Shooting 嘅事件裏邊咧，兩個持槍殺人嘅兇手遊走全校舍去挑選佢哋嘅受害對象。被殺嘅第一位就係只有年僅17歲嘅 Rachel Scott。當槍手問佢 Do you believe in God？ 佢知道佢嘅答案咧係生同埋死嘅分別，但係佢仍然答我信。佢就被開槍打死。Rachel 係一位殉道者，佢見證咗乜嘢係真正嘅信仰堅持，就係佢嘅主，佢嘅神。我並非去質疑咧 Charlie Kirk 嘅信仰，因為我唔認識佢，但係我絕對懷疑咧佢嘅被害咧係因為佢係一位基督徒呢種嘅諗法。佢嘅被槍殺係一件悲慘嘅事，但係咧並唔表示我哋因此要將佢聖化喎。我特別要指出呢一點係因為佢生前嘅言語咧，其實有着對另一位政治暴力嘅受害者有個頗為殘酷嘅講法。呢一個咧並唔係一個跟從基督嘅人咧嘅典範。我哋是否有需要將佢搬上神台呢？我哋唔通唔能夠單單去悼念佢嘅死咩？我哋唔能夠透過佢嘅被槍殺去指斥政治暴力咩？我要問咁樣嘅問題，因為大會要我哋去思想嘅係從見證者付出嘅代價去睇信仰嘅堅持。歷史中嘅殉道者永遠係要見證基督，唔會再有第二啲答案噶啦。假如要將 Charlie Kirk 嘅被害變成彰顯耶穌基督嘅犧牲，雖然咧我會覺得有啲不倫不類，因為咧佢並非為着信仰而被槍殺，但或者亦無需去堅持，只要強調嘅係耶穌喺生命中能夠被彰顯，而唔係其他嘅人。年輕世代信仰嘅最大缺口呢個問題咧，根本喺好多年前就已經有咗調查報告。Barna 咧係一個基督教民意調查機構，佢哋喺2015年出版過一個調查報告，然後咧喺今年2025年咧再次嘅 update 呢一個結果。喺2015年嘅年青人啊，亦都係咧而家咧有啲已經係為人父母嘅 millennials 嗰一代啦。當時咧集體離開教會，原因咧並非佢哋唔信神嘅，而係因為佢哋唔信佢哋嘅基督徒父母啊。佢哋感受到佢哋咧上教會嘅父母嘅信仰咧係落於虛偽，唔相干，或者咧係缺乏真誠。換句話講咧，佢哋覺得佢哋嘅父母咧講一套做一套。根據 Barna 嘅研究報告咧，年輕人咧常常提到咧信仰膚淺啦，教會係 judgmental 啦，缺乏咧同現實世界嘅連結啦，呢啲嘅原因導致佢哋選擇離開教會嘅。Barna 嘅總裁咧 David Kinnaman 咧佢指出，佢哋唔係喺度拒絕耶穌啊，而係喺度拒絕佢哋所見到嗰一種基督教嘅版本啊。到咗2025年，呢種情況出現咗相反嘅方向。Barna 嘅報告咧，佢話年輕人有回流教會嘅趨向，
Gen Z 嘅世代咧，平均每個月參加教會聚會咧1.9次，Millennials 咧緊隨其後，每個月咧出席咧有1.8次。嬰兒潮嘅 Baby Boomers 咧，同埋更年長嘅出席率咧就持續下降啦。目前咧大約係每個月啦1.4次，最後咧 Gen Z 咧則維持咧穩定喺每個月咧1.6次，但係咧就冇成長。所以其中一個可能性嘅結論咧就係，假若10年前年輕世代嘅缺口嘅信仰係有缺口，神咧喺歷史中咧已經係堵塞咗呢個缺口啦。另一方面咧，單從調查報告同埋大會去問呢個問題嘅兩者之間啊，我仍然會有另一個反省嘅。呢個是否係基要派教會仍然喺度問一個問咗幾十年嘅問題？呢個問題就係誰是我們的敵人？歷史話俾我哋聽，基要派信仰嘅動力往往係出於屬靈嘅爭戰 （spiritual warfare）。呢個咧係抗辯中 Protestant 咧嘅傳統。一方面咧無可厚非，另一方面咧實在咧係叫人覺得好疲累嘅。從新神學派到靈恩運動，從世俗化到搖滾樂，從 Pokemon 到 Harry Potter， 而家咧係 LGBTQ 同埋 liberals， 都曾經咧係敵人，係撒旦，係敵基督。但呢個缺口咧，卻從來唔會喺自己身上去發現嘅。2025年嘅報告咧係叫我哋歡喜嘅，本來以為失落咗嘅世代啦，竟然咧係我哋喺近代見到最大嘅屬靈復興。2年前咧喺呢個 Wilmore Kentucky 嘅 Ashbury University 所發生嘅復甦運動咧，就係一個極大嘅神蹟。但係我必須承認啦，喺我內心咧，我仍然有一啲隱憂嘅。近代嘅報告咧話俾我哋聽，喺 Gen Z 嘅屬靈復甦運動裏面咧，大部分嘅係年輕嘅男孩子。我擔心咧呢個情況與近代主流文化係輕忽咗男性身份啊呢個嘅傾向係有關嘅。喺我哋嘅社會文化中，作為一個男性咧，並非容易嘅事。社會嘅信息咧，往往好混淆，叫我哋唔知道咧點樣喺性行為以外啊，去表現出一個男人嘅身份。特朗普咧係帶嚟咗咧抗衡呢種文化嘅影響，但係有好多負面嘅影響嘅，因為呢種新文化嘅入面咧，往往係透過性行為、性侵犯同埋暴力去彰顯男性嘅身份。因為特朗普同埋福音派嘅結合咧，將呢種風氣咧帶埋入教會，成為咗另類嘅父權主義。我唔知道呢條路走落去會點樣啊，但係我會去問：而家回流教會嘅 Gen Z 嗰班男仔，係喺度尋找緊信仰咧，抑或喺度尋找緊身份咧？兩者都需要回答嘅。講真咧，呢條問題叫我驚嘅。喺英文上面嚟講，呢一個係一個 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咧係叫我哋去答 yes， 我哋願意。但係你喺度暗示緊乜嘢啊？當一個人受水禮嘅時候，已經公開承認佢願意接受耶穌作為佢人生嘅主同埋救主，更且水禮或者浸禮嘅形象咧，乃係埋葬同埋復活，所以信耶穌嘅意思就係將自己嘅生命放低，以一生咧去跟從耶穌基督。使徒保羅叫咁樣嘅做法咧做活祭。但係喺 Charlie Kirk 被槍殺之後咧，又有住好多嘅群眾嘅憤怒，又有好多嘅人咧要求報復嘅聲音。呢條嘅問題咧，叫我覺得有啲火藥味㗎。甚至有一種咧，好似喺度呼籲戰爭嘅吶喊嘅感覺，似乎係一個 battle cry。你到底要同邊個去打啊？以致你會因此
失去一切啊！退一步諗，或者大會冇考慮過周圍嘅政治環境同埋氣氛，而係要透過 Charlie Kirk 連性命都冇埋呢一個嘅事實咧，去挑戰信徒喺信仰上面嘅反省。咁樣嘅做法咧，喺而家嚟做，我覺得雖然不智，但係咧可以了解。但係我必須去審查呢個問題背後嘅意思，因為咧喺基督教國族主義 （Christian Nationalism） 充斥着美國福音派嘅環境底下咧，我連一個自稱基督徒嘅人信乜嘢我都唔知啊！好似2021年1月6號襲擊國會山莊嗰一班所謂基督徒，佢哋就係覺得失去一切。所以佢哋咧亦都堅持到底。請問我哋而家喺度講緊乜嘢㗎？或者用你哋嘅說話去問啦。當世俗文化壓境，教會嘅沉默是否一種屬靈嘅懦弱啊？我哋是否能夠放膽嘅喺講台上面去宣告基督教國族主義係今日教會裏面最大嘅異端啊？抑或你已經沉默咗啊？